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3月21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前民进党主席郭文德因为经花社案，互人起诉了后，昨头一摆开庭，提审过程晚6点钟，总算伫咧暗时结束。法庭上，郭文德同款主张无罪，甚至当场讲伊正册检察官，也强调家己袂投亡。昨是提审4个人拢主张无罪，敢会继续羁押2个月？最近评议了后，会搁再裁定。加油！郭文泰太太陈培琪查郭妈妈行出台北地院，经法庭限制起诉了后，20第一摆开庭，将近6点钟，全程旁听民进党立委张启凯讲庭审的时阵，郭文泰发了全开为家己辩护。你看阿伯啊，提了非常多我们之前不晓得的事情。他说他本来关在里面7个月啊。他后来看了建中以后，他才发现他被冤枉了。他今天是一个反击的开始。希望交保吗？在法院介护之下，郭文泰被传去法庭，在案维京集团主席沈庆景、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加前台北市长办公室主任李文忠也拢被提审，3人全部做无罪答辩。郭文泰庭审在下晡5点50分才开始。检方在庭上指出，郭文泰用3摆辩论会、4摆公文批示、甲电证等，对经发生的7段护航，各是压无了放水，这互郭文泰起甲当场转倒啊，讲这是无实在指控。郭文泰坚持唔认罪，表示无道理贪腐公益侵占。做医生前1年无收过病人红包，民进党北检甲特定媒体合作将伊抹乌抹红抹黄。伊个点名前办检察官林俊贤对伊霸凌，捌对伊讲，早考的随身碟内底有不雅影片，若无承认犯行，就交互法院公开。韩国想到陈培琪家教真严，则无被骗。伫法官宣布休庭，郭文泰情绪抑搁真激动，讲伊恨死检察官咯，因为辱骂检察官甲讲到过省老爸真侪摆老目屎。互庭审2摆休庭，另外郭文泰搁伫庭上起身，一直强调家己绝对袂逃亡。庭审4个人拢否认犯罪，先后犯案台北看守所，是毋是继续羁押2个月？最近评议了后会搁裁定。记者综合报道。外界传讲4月份开始，一般家庭免生用电拢要起价。昨经济部长郭智慧讲一定会起，不过袂亲像韩国的电池起遐尔啊济。经济部会想办法，互物价卖超过2%的通货膨胀警戒线。调整电价应该是势在必行，调整的幅度到什么程度，这个可能还要经过再更详细的讨论嘛。部长，您同意我的看法吗？完全同意。经济部将伫月底召开电价费率审议会，电价监视要起。经济部长郭智慧早起伫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表示，完全同意立委的讲法，电价一定要起。我们应该是不用涨那么高了哈。我们当然刚才委员所关心的这个CPI 的部分，它电价的调整多少会影响的这个影响因素，所以我们会想办法。根据统计，台湾民生甲产业的平均电价为2008年开始出现较大的变动。7月、10月连两起，比去年同期2块2角4，一款啊起4角3，刷落来2012年、2013年，各起10.41%、8.49%，为2015年到2016年是连3降，刷落来为2022年到2024年，各出现8.4%，甲连续2摆起11%，单价来到3块5角4。因果就惊电价一起，物价跌咧波动，经济部进一步强调，即摆会想办法详细算，希望物价年增率唔通超过2%。另外，郭智慧也强调，经过评估，菲律宾正电的可行，目前成本5块半，因过经过评估，日本首相年底就当做到10兆瓦度电柜，成本存1块2角5。停掉核电，对不对？核电核1、核2、核3，一年大概就多花了1000亿啊。它占的我们的比率并不高，那它的运转
是不是让我们台电可以赚钱？我想我们这个还要再评估一下。各界提出办法救台电，核小董事长当主现提出，若使用核电，当年会当替台电省上1000亿。对此，经济部表示，若立法院通过核管法修改，经济部甲台电会按照法令执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雨下冷却影响真明显，各地头早时、暗时又是较冷。透早台南以北甲宜兰地区低温只有7度到11度，咱来看温度。气象署针对桃园、新竹县标列发布甘蔗色的低温特报，局部拢已经出现6度以下的低温。今仔日透早的上低温伫咧新竹县西的4.3度，早时若有日头，气温就会较温暖。西半部高温是23到25度，早时暗时温差是较大。东半部20到21度，出门会记得加套一领衫。今仔日台湾各地头大约是好天到侪云的天气，水汽较少，只有花莲、台东甲恒春半岛局部有地区有连山底渐雨。另外马祖地区可能局部会大雾，影响能见度，要坐国内线的飞行机都要注意航班的资讯。顶礼拜六，一顶爬山队17个人去爬基内山，1个人死亡，剩的16个人因为落雪掉伫咧山顶。昨早起空勤直升机甲因送落山。另外，南投县搜救队去山顶训练，其中有2个人引发关山症，却因为落雪，直升机是无法度救援，坚持到好天才顺利落山。拄好直升机载落山，南投消防局山南搜救队的成员提出伫咧山顶结冰的水果在整理，车站因联动协作含领队拢总16个人进行南山段山搜训练，却拄着山顶落雪变作银白世界。像变冰块的话，在山上不就不能喝水了？对，拿雪来融啊。和东坡和消防队员铺彩队员，因为高山症发作，身体真虚。做伙去的分队长讲，迄当阵看到状况无变好，就申请空勤救援，但拄着落雪，只好等天气较好，直升机才会当飞。就有同仁他不太舒服，然后一直呕吐，然后吐到都没有东西，还是继续吐，然后连胆汁都吐出来了。拄着落大雪，还有去基内东岭的爬山队，西半队员翕到日头出来了后的规片白。伊参加高雄组成的爬山团，一阵人17个，15对基内爬山靠入去了后，17就通报一个队员乌卡，到伊进前升起功能停止。花莲县消防局17和18拢出动救援，但是因为山顶积雪积甲真严重，嘛去阻碍着救援行动。那最多也到膝盖那么深，路上也有结冰，其实我们寸步都不好走。好佳在到20天气变好，会当顺利出动空勤直升机来救援，16个人顺利落山。西半队员落山了后讲，队员普遍拢爬过50座百岳，做下之前嘛密切注意气象，知影讲会落雪。除意外，队员爬山经验真丰富，因都有领队和队员轮流陪伊，但是上尾行袂去。好像有点失温了，就有点手脚不麻利了，没办法，就撑不过去。应该是误判天气的状况，就下雪，他们也没有带足够的装备所以会受困在山中。这里在呼吁登山民众需携带雪具装备、冰爪、冰斧以及保暖工具。对山友18翕的画面，会当看到雪山的东风已经被雪砍掉。西北国家公园提醒讲，积雪已经到20公分，山友一定要扎雪地的装备，而且做好保暖。若是无把握，一定要越头落山。玉山嘛变做银白世界，玉山的主峰阁出现冰晶。玉山国家公园呼吁讲，若是无雪地爬山的经验，一定要评估取消爬山行程，等较温暖的时阵才过来。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爸爸，一个人踮厝顾2个囡仔，3岁后生却伫浴槽内底注水死亡。因为疏通时 CPR 急救的人毋是消防人员，嘛毋是义消，引起家长的质疑。消防局表示，若准执行 CPR 的民众无证照，所穿紧急救护技术员的衫，会依法来处分。3岁查甫囡仔渡水无性命迹象，这个金头毛的查甫人得家急救，不过伊毋是消防队员，也毋是义消，伊是透过听到 AED App 到场支援的热心民众，加上这个救援过程有疏失，这个民众好亲像假 EMT 的身份，平台发出声明，这个民众并无进入身份审核阶段，目前已经封禁会员身份。台中市消防局是搁再说明，这个民众比救护人员先到现场，当时情况危急，无法度进一步确认身份。
我们是查证过，它不是我们义消。至于他有没有假冒这部分，因为我们没有亲口听到他说他是义消，所以我们也没有说，我们也不会去说查他说是不是假义消这部分。一般民众都可以加入，然后审核部分是由他们听见 AED 他们那部分去审。消防局19日声明告指出，因为有打 AED 大片，所以民众饲的所在是伫扁仔骨下半段，符合 CPR 实施原则。不过家属提供的影片，急救当时无打大片，对这件代志，消防局并无解释。敢若讲当时饲的所在是伫合理的范围，消防队员因为安尼无要求换手。虽然消防局支持大众参与救援行动，不过这个民众个人网络社群，除了讲是救护技术员 EMT2， 嘛是台中市义消，佮因为伊伫现场是穿 EMT 2样的外套，消防局要进一步调查，是不是有违反紧急医疗救护法。针对民众身穿印有 EMT 字样服装，是否涉及假冒救护人员情形，将进一步查处。若查获违反规定，可处新台币5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款。家属20无进一步回应，消防局是讲对民众愿意加入急救表示肯定。迄天最后无甲查某囡仔救倒转来，无法度认定是急救无适当造成的。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今仔日的报纸。头家显示，中国时报中央银行无提出第8波信用管制，但是财政部是继续打击错房，国库署继续追查青年安心生计贷款违规的情形。户税署针对厝头家申报所得税来查税。根据了解，2月8大行库的受理户数是降到1000户以下。接下来是联合报，中央广播电台4年前发生车马费造假的证据。苏当时，文化部是要求央广委外调查，调查报告互人列做无公开的物件。廉政署最近展开调查，根据了解，央广当时互人查出有2000多笔领据有状况。接下来是自由时报，中华邮政公司会伫顶半年继续优化邮局上门收件系统。民众只要是使用官方网站，也就是 App 来注文，系统就会安排邮差到府收件，而且袂加收钱。目前邮局寄包裹，邮差拢是用信息或者是敲电话来通知民众。不过真侪民众惊这是诈骗电话，所以邮差是定定找无人。即阵邮局拍算用 App 直接通知，嘛较利便，嘛免惊去互骗去。邮局的邮务车入站，甲一袋一袋批个有几人的包裹落落来，准备分送。普通时民众伫收包裹进前，拢会接到邮差的电话，不过定人无伫厝，爱另外甲邮差约时间，或者是麻烦别人收。他都会说你就是方便收包裹吗？那我就会说，那我不方便，我麻烦谁？你帮我送到哪里这样子？会通常会在另外约时间，然后请就是自己在的时候再收件，对。不过邮局也发现，即马诈骗信息、诈骗电话愈来愈多，民众看到千份的电话拢无要接，邮差的通知就漏交去，所以中华邮政宣布，伫今年年底进行优化目前的邮局 App， 到时阵民众也当透过 App 收到收包裹、收挂号的通知。透过现有行动邮局做推拨、收件、寄件跟收件的服务，避免利用简讯造成这个民众这个收到简讯不明的电话的恐慌。民众表示，未来若是有 App 提醒，会真方便，无有当时会袂记记。这样也比较确定，因为有时候包裹一多，有的时候也会忘记什么的。中华邮政也表示，寄收批信的量对早期31件，到去年大约剩17件。未来提升服务品质，优化 App 就是其中一步。因若目前干那是着约客户才会当专工请邮差到厝，甲包裹摕去寄。预估会伫3月底扩大，互一般民众也通申请，而且袂加收钱。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这阮是指民生线讲要23年啊，分割做石东线甲民生线了后，石东线总算伫咧昨是动工啊，估计2032年就会起好势。未来实际到内湖通勤的时间是减半点钟，阁会当直接接去家人接运。幸福地产开工顺利。乌图代表开工。
设置民生线在地化23年，经过800基3市甲交通部会商，横挂做石东线甲民生线各自推动了后，石东线3月20开工动土，会加做串联北市基隆的关键结婚路线，预计23000人完工。上下班都非常塞，有捷运的话，交通便利的话，当然开车的人就少。盼望这个捷运已经盼望20-30年了哈。现在汐止的人口数有涉及户口的将近21万多，那不在籍的也有5-6万了，加起来有27-8万。石东线东边连接未来的基隆结婚。西边延伸台北捷运民生线，设有6座高架车站加1座机场，全线长度大约是5.56公里。路线经过内湖东湖站，往东沿途经过吉民街、东兴路、大同路、新大高路到设置区公所设置终点站。目前我们的汐东线全长大概5.56公里，有6座的高架车站及1座机场。那预计在2032年10月可以来实质完工。也不过设置内湖路段本来就真太外界也关注，适当捷运时间期间的交通黑暗期安全克服。在这段时间，我们不断在先期工程能够先完成，就是希望汐东捷运在施作的过程当中，可以减少交通的黑暗期。那未来在整个交回计划，我们会不断的做好滚动式一个检讨。为了减少交通黑暗期影响，新北市府已经在石东线施工主要干道吉林街。先施作道路拓宽工程，为完成6到8米拓宽到16米，希望维持原本交通的状况，减少施工期间的影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全台大罢免风波，台南市选委会发现罢免民进党立委林俊宪甲王定宇的联署名册涉嫌伪造文字。检方昨去朝国民党台南市党部拢总约谈5个人，立委谢良解释批评，这是政治打压。国民党台南市党部看起来是照常运作，但是20号台南检方大动作来敲催。前往台南市东区中国国民党台南市党部等处执行搜索，扣得党员名册及行动电话等物。检方正式接到证据，讲台南市第5选区的立委林俊宪和第6选区的王定宇，因的罢免案的提议人名册是疑似涉及伪造文书，甲包括姓曾的国民党保护主义等5个人传讯到案。起因是因为国民党为了反制大罢免，嘛发起罢免立委的联署，但是台南市选委会发现讲，要罢免林俊宪和王定宇，这第一阶段提议人名册内面，发现讲有已经过身的提议人，无都是假用人的身份，也是户籍无伫这个选区等等的问题。反正只要有联署，国民党都会造假作弊，尤其这种死人联署的，已经发生非常多起。那这一次呢，我们绝不姑息。这种利用民主的手段伤害民主，用非法的方式去进行联署罢免，那就依法严办。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立委谢良解指出讲，检调是配合反移党在做政治动作，用高压的手段在打压，嘛强调讲所有联署的过程拢是依法依规在办理。每天动用府院党所有的资源，启动所谓的大罢免。而且洪坑清点遐一句话，好好啊做代志，唔通牛调来伫咧搭牛母啦。谢良解表示讲，相信司法的公正调查，但是嘛爱立案的人士卖过度来解脱，而且宣布讲，台南市国民党的党工职会专门来协助罢免立委的第2阶段联署。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昨暗时带领内阁团队出席美国商会社年饭。伊讲台湾会扩大对美国的采购，包括是各种工业产品、农产品、甲天然气等等。也强调台积电会对美国扩大投资。AIT 处长高立言就讲，台积电就亲像鼎泰丰去美国开分店，袂互台湾的总店排队人丁变较少。Ladies and gentlemen。参加台美商会办的社年饭，总统赖清德对台美经济合作，宣布对美国扩大采购，包含各项工业产品、农产品甲阿拉斯加天然气，后续要求各国际产业会对台积电去美国投资。In addition to TSMC, Taiwan's GlobalWafers has built a 12-inch silicon wafer factory in Texas, the biggest in the U.S. This will be followed by many other industries.
罗清就指出，美国是台湾主要投资来源国，去年都占整体外来投资金额11.5%。AT 处长郭立源讲到，最近常在媒体看到乌康的讲法，伊用鼎泰风暴来比喻全球对台湾晶片的需求。Just as Ding Tai Fung's new branch in Arizona is not going to result in shorter lines at its original Yongkanjie outlet, TSMC's new fabs in Arizona are not going to reduce demand in the world for the world's most efficient semiconductor ecosystem here in Taiwan. Just like soup dumplings, the world's appetite for advanced microchips to fuel the AI revolution is insatiable. 罗清就特别感谢美国总统川普甲日本首相就瀑布发表联合声明，展现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支持。台湾会继续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在区域甲全球安全当中扮演负责任的角色。Currently, Taiwan's defense budget stands at about 2.5% of GDP. Going forward, the government will prioritize special budget allocations to ensure that our defense budget exceeds 3% of GDP. 台中市长罗秀贤也来参加，两人被看作是2018年总统大选可能的竞争对手，两人真难得同台，甲郭立源的互动也正做这场社年饭的另外一个焦点。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三不五时起无空，造成台海情势紧张。美国国务卿 Rubio 强调，川普政府的政策是确保台湾现状袂改变。不过，就有专家认为，中国在2027年之前会拍台湾，即阵咱的国军也加强军演。中共相关台海紧张情势，嘛影响印太区域局势发展。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接受广播专访，针对美国总统川普会见台积电董事长魏铁家这件大代志，是毋是展现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卢比欧表示，川普的政策是台湾现状未予武力改变，美方原来有合作中共反台手段。I do think you can delay and deter by making the price of taking Taiwan higher than what he perceives to be the benefit.Our policy remains the same. We do not believe that there should be any violent and or extortion-based change to status. 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柯顿嘛示警，世界面临大国竞争，中共加速扩军，计划2027年前占台湾。美方必须加速关键军武的生产。特别注意的是，国军今年汉光演习的目标，都头一届纳入中共2027年反台。中共就可能会把台湾当成他走向远洋的一个主要的就是目标之一，因为如果他可以控制台湾，那么就可以控制西太平洋，以及向第二岛链，就是更加的深入。国军提高备战能力，小汉讲操演第4天，首都防卫任务是关心的焦点。宪兵快反连20驾驶印第安挑战者重型机车，在大台北地区的连外桥梁出现，演练遭到强军进犯。三军联训基地是展开陆空操演，阿帕奇直升机展示2.75寸火箭，30公里连炮顶强大火力，反制强军的威胁。国防部20发布查到27台强机，其中飞过海峡中线加进入西南空域20台，6只强弹，也有1粒空飘气球绕台，为台湾中部切过台湾本岛的天顶，也引起关心。面对来自中共的各种威胁样态，都能够提高警觉。尤其在网络资讯、个人交友以及涉外交流时，多一分谨慎，多一分判断，避免无意间被利用或是陷入风险。赖总统嘛上几公园地提起中共统战手法多元，去年强谍案起诉人数达到64人，是2021年的4倍。话讲国军官兵爱提高警觉，政府原来会采取这种做法的反制策略。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寄来台湾的网青刘振亚，伫咧网络鼓吹用武力统一台湾，去互移民署废止居留许可，爱伊伫10天内出境。刘振亚本人是继续发冤枉，不过陆委会是提出影片，强调这案已经确定，唔免搁坐。这场军演绝对是迄今为止威慑力最强、最具攻势的演习。也许明天早上醒来，宝岛上已经插满了5星红旗。陆配网青爷爷伫台湾的刘振亚翕各地武统台湾的影片，互人依法废止2000居留许可，10天内离境。爷爷本人发冤枉，家己言论互人误解。不过陆委会无认同，伫记者会播放相关的影片。如果他没有他不是这样的言论，我想台海网也不会抛出他的影片。有没有在鼓吹武统？
我想但这个就不用辩论。自己在网络上面所说的言论，今非昨是，我们无法来肯定他哪一项才是对的。但是处分出去就是出去了哈，10天内请他自行离境。10天以外的话，就是强制离境。我只希望我能够留在台湾陪我的小孩，因为3个小孩真的很难切割，我不希望说弄到最后母子分离这样。包括运气小微顶绿配抖音小号嘛，互人检举，移民署是讲伫调查，互人质疑慢一步。有民众法讲要发起游行抗议，刘议会是讲其他案件无定定甲国安社会特殊有关系，啊，毋过无武统处理会无共。刘议会嘛证实，针对军公教人员清查中国身份证件已经有主动申报，嘛有查到案例。身份证、居住证都有。在查证中的对象呢，到目前为止大约是40多人，已经通报给户政事务所，并且废止当事人户籍者有14个人。总统宣布国安17项措施了后，刘议会讲，一礼拜来针对个人去中国失联新增加4件，互人关押加3件，失联新增加1件，其中包括一对白仔囝伫武汉互人限制人身自由案件，家属无方便对外说明。针对国安威胁，行政团队嘛叮当起来。为落实这7项因应策略，我已经请行政院公务秘书长以及马政委在昨日召开会议，邀请各部会做就所涉及的相关策略的内容，请于下周2之前要拟定应有的计划及盘整相关法令。对文台讲，一定4月初会重新召开会议，一定各项行动计划切入到法制化的时间，尾下卖定期管考，落实总统提出的17项因应策略。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个人各通电话。泽伦斯基讲，相信今年就会当停战，永远和平啊。也那美国国务卿 Rubio 表示，乌克兰应该把核电厂的所有权交予美国，这就是上好的保护。川普19号伫家己社群媒体平台发文，讲甲泽伦斯基进行1点钟真愉快通话。对话内容大部分是徛伫伊昨昏甲普京的通话，要互俄乌双方的要求甲需求达成一致。还佫讲，当日努力实现停火。人伫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进行国事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以线顶记者会方式对外表示，伫川普的努力协调，相信今年会当达成永久和平。Настрій був правильний, достатньо деталізований. Ми проговорили про наші наступні кроки, вимог щодо часткового припинення вогню. 泽伦斯基表示，伊同意暂停攻击能源设施、铁路甲港口的部分停火，但佫警告，若俄方违反停火条款，就会加以反击。白宫发言人讲，双方讨论的内容已经超过第一阶段的扩散协议。We've moved beyond just the economic minerals deal framework, and we're looking at a lasting ceasefire.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甲国家安全顾问沃兹针对美俄领导人同会发表的联合声明，讲泽伦斯基要求美国提供更较侪的空防系统，以保护乌克兰平民，特别是爱国者飞弹。川普同意甲伊合作，特别是伫欧洲找出会当用的资源。技术团队这礼拜较晚会伫沙烏地阿拉伯討論具體的部分停火協議，將停火範圍擴及到烏海，才來達成長期尾全面停火。也支持雙方討論到烏克蘭將電力供應甲核電廠所有權交予美國的代誌。講這就是對能源基礎設施的上好保護。不過澤倫斯基表示，伊記的是落伫俄方之手的扎波羅熱核電廠。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譯。美國拉斯維加斯一間特斯拉的修理中心去互人放火，司法部長批評這是恐怖攻擊，聯邦調查局嘛介入調查。最近小連續發生幾多件都攻擊特斯拉品牌的案件，外界認為這是因為頭家 Musk 管理政府效率部大規模裁員，引起民眾倒彈。美國拉斯維加斯一間特斯拉維修中心的停車場，第一拜日，予不明人士技術使用汽油彈來放火，造成5台車紅燒甲密密麻麻，見到物的外壁閣紅噴反抗的字，警方真緊就趕到現場，嘛較緊甲火拍花。警方講，這個嫌犯閣對汽車開至少3槍，另外伊嘛佇一台車發現講還未崩，親像炸彈的裝置。目前聯邦調查局 FBI 已經介入，幫助當地警方來偵辦，為了避免這種事件閣發生，特斯拉相關設施的事故
例啊已經加強巡邏。As a precaution, like we do on many of these types of incidents, we've increased our police presence, in particular at Tesla locations or any Tesla-related locations in the valley. 司法部長邦迪定調，這個事件就是國內恐怖攻擊，就在對犯人上嚴格來處罰。白宮嘛表示講，攻擊特斯拉行為是真卑鄙。We certainly think it's despicable, the violence that has taken place against Tesla, the company, its employees, and also just Americans who have chosen to drive an electric vehicle. 最近親像這種事件是一直發生，親像10時喺波特蘭、70喺聖亞島、頂個月喺科羅拉多州，攏有特斯拉相關設施互攻擊，全台包括放火、噴漆、開槍等等，互懷疑是對馬斯克最近的政治舉動不滿。馬斯克是去年川普競選上大的金主，至少捐82.5億台票。川普當選了後，伊入去川普內閣，主張新創設的政府效率部，而且以消毒官僚做理由，大裁聯邦部會，其中以負責國際開發、人道救援的 USAID 上受關注。公司新聞又派準備譯。英國牛津大學加美國調查公司公布2025年世界幸福報告，芬蘭是小連續8年排頭名，是全世界上幸福的國家。因為咱台灣是排第27名，贏過中國、甲日本、韓國是當下的第1名。上新版的世界幸福報告詳細列出全球160多個國家甲地區，民眾對家己的生活滿意程度以10分做滿分。2024年滿意度排名前10名，有8個是北歐甲西歐國家。負責出版報告的英國牛津大學福利研究中心指出，這個國家本身就有真懸的 GDP， 還有配合法定的社會福利制度，形成每一個攏有好康的社會。They also redistribute this level of income through the welfare state, which takes and helps out people who otherwise fall off the ship, and that gives them a safety net, which provides psychological safety as well, which is obviously very important to the way people feel. 不過，嘛佇前10名的哥斯達黎加甲墨西哥，平均每人 GDP 佇全球敢來當算中懸級，煞原來有真懸的生活滿意度。They do not necessarily have the high income GDP per capita and the redistribution through the welfare state. What they do have, and this is also something we focus in on this year, is they have a very strong family set of family ties, so their immediate community is very strong. 隨上為這份報告的終極標題，就會當看出參與研究的團隊所設定的重點方向。除了第1章的總綱，也有重點；第2至第6，也有第8章，攏強調分享加照顧別人，也有互相扶持的社會風氣。第7章的標題是無信任別人，助長反體制投票。這種特別點名包括德國匈牙利等國所講的極右派政黨掌權，嘛提起2024年川普國在贏得白宮補助，攏是無信任感造成的結果。報告閣講，信任感低的選民偏向投予右派政黨，左派政黨的支持者普遍屬有信任感懸的族群。世界幸福報告頭一屆出版是伫2012年，由蓋洛普調查公司協助執行。台灣佇這份報告的排名平均佇31名左右。今年是以6.669分排伫第27名，領先第68名的中國，也有第88名的香港。報告嘛，閣再加阿富汗列做是上無快樂的國家。公司新聞徐家仁編譯。今仔日國際要有啥物大代誌，咱做伙來看世界。美國總統川普今仔日簽署一份要甲教育部關起來的行政命令，講要予各州管理家己的教育，希望各州會當保受聯邦政府的影響來經營學校。歐盟27國領導人峰會今仔日討論烏克蘭情勢，結果閣再因為匈牙利一個國家反對，就以26個政府領導人堅定支持的文件表達挺烏克蘭，包括是繼續凍結羅西亞的資產到補償烏克蘭的損失為止。約翰尼斯堡中部一個客停車招呼站今仔日發生搶劫案，有4個人互人開槍彈死。約翰尼斯堡伫昨也有發生類似的搶劫事件，造成3個人死亡。南非警方指出，這個搶劫案可能甲客停車車隊之間的競爭有關係。2022年10月，台北處理馬來西亞查某大學生的命案，被告陳碧干甲這個查某學生借錢，卻借袂到，抓甲人殺害。1審、2審是攏判無期徒刑，不過高等法院認定被告符合自首減刑的條件，經1審是改判18年10個月。
对判决有信心吗？在案陈伯干亲身到庭听审判，当日拍的官司就是2年外进前犯下的马来西亚女大学生的命案，因为金钱的纠纷，在台北士林区杀害来台湾读册生出的学生，一审二审拢判无期徒刑。不过高等法院经一审20改判18年10个月。判决的结果并盘一个关键的理由，就是规个案件互合议庭认定做符合自首的要件，所以得到减刑。但别干听到宣判了后，更加是伫法庭双手合掌，真侪个点头，所以感谢。本案被告在远景不知其在被害人租屋处犯案之际，即对这个远景坦诚杀人的事实，且被告在侦查以及2审审理时均坦诚犯罪，表现出面对司法裁判的态度。因此，本院合议庭认为本案可依自首的规定予以减刑。其实过去的审理拢有针对自首的要件做相关的讨论，不过到尾拢认定无真心悔改，无要予伊减刑。被害家属律师更加伫法庭顶面愤怒批评讲，被告的所作所为就是挑工杀人，双方并无和解，要求判死刑。这个判决算是大大减少刑期。他确实是真的在没有发现之前他就已经自首了，跟那个司法院提出的那个量刑系统表比较起来，稍微还是比较偏重。经一审的宣判结果，各界有无同的看法，不过专案有缘会当上诉。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南有一个国校的老师涉嫌用手机偷翕千群的学生，家长报警才去学校抓人。检方复审了后，怀疑这个老师毋那是偷翕1届2届尔，甲法院先压核准。目前这个查甫老师嘛已经互人停职啦。平静的国小校园，这个月13，警方提搜索票、驱票进入，因为接到家长报案，学校高年级册家班导师涉嫌用手机偷翕女学生群体，互另外一位女学生发现，向家长反映了后，也出查甫导师偷翕的行为。家长如果说你有发现小朋友相关的这个话，也可以跟我们通报，或者是直接跟警察局来报案这样。需要这边也启动相关性平机制。学校表示，小安老师2023年8月到任，是这个班级第2年班导师，教学真认真，甲学生互动也拢无异状。案发了后，已经将查甫导师的公布3C设备提供检调来调查。检方复审了后，认定伊涉有淡嫌，向台南地院先押禁见。有相当理由认为被告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或以其身份勾串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必要，裁定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如果情节属实，最重将该师解聘，且终身不得任教育人员。教育局当时要求学校厘清敢有其他受害学生，保证后来查无偷翕的设备。只是小安老师15号羁押禁见停职，学校说伫最近才启动辅导机制，引起家长质疑处理伤过慢。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前几日有民众驶国道1号上北，经过麻豆路段，所向有一支铁条飞过来，撼到车头的板把，前方玻璃嘛差一点就破去。也若伫台中是有民众车停喺路边的时阵，要就车的时，无注意到边有货车经过，手镜头抓去互夹断送病院。车伫国道行驶，向有一支大铁机飞过来，插到车头头前的板把，差一点就击到挡风玻璃。车主惊甲赶紧甲车速放慢，报警处理。这件意外是伫这个月14暗时发生的。台南陈先生开车上北，经过国道1号麻豆路段时阵，互不明汽车落来的铁机击到，好在无受伤。突然有一根铁条，很大根的铁条飞过来，然后砸中我的引擎盖跟那个前保杆。直接整个插进去。另外，还有16暗时，国道1号上北台南新营路段，同款有大批铁制品散伫车路。警方调查发现是一台营业半连接车载运铁制品落归涂骹，造成后壁另外一台半连接车正边的板把受损，好在嘛无人伤亡。危害自身及其他拥有之安全，违者可处新台币12000元至18000元的罚款。国道交通事故真多，市区的道路嘛无平静。台中市19中昼12点，一个姓柯的女驾驶甲车临停伫路边，转来开车的时阵，开车门的时阵，因为手放伫车门边，甲另外一台行驶中的货车相压，造成倒手的镜头刷骨折受伤。警方呼吁用路人开启车门时，应注意左右来车，以维护用路安全。
警方提醒民众上路车开车门的时阵，一定要注意周围的状况，车载运物品应该要把握好，避免废物也是机件落落造成事故。违反相关规定的，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会当罚18000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中正5福一个5车路口有4条斑马线，其中1条斑马线有42公尺半长。虽望交通局有设定过路人的灯号提早开15秒，不过因为路伤过大条，常常行到一半车顶就过啊。交通局讲后续也看车流量来调整车顶的秒数。车顶一道，民众顺着斑马线赶紧要通过路口，不过行到一半，奥多摆就冲出来，若无要小让，甚至佫骑喇叭催人紧行，安尼状况常出现。连接中正5福路的这条斑马线有42.5公尺长，就算用路人的车顶已经提早15秒，也是会袂赴行到对面，因为等要我去5福路的车就变车顶，民众讲，逐摆若是行伫顶管，拢会心惊惊。走到中间来，然后秒数刚好时间刚好到了，然后车子就要骑过来了。这样就比较危险。今年也预计在林雅区中正路与福路口增设车不停让行人科技执法设备。最源头的考驾照或者是骑车开车的习惯，而不单纯是靠强力的执法去。再加上，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执法好像也没有做得很，你真的要执法，你也没有很确实。为着解决奥多摆无要小让，交通大队要设科技执法，民众认为也是爱对交通教育做起。另外，交通局也强调，针对车辆顶标数的问题，后续会看车流量来调整。因为中正5福这个5车路口较复杂，所以毛伫咧研究，未来可能会让奥多摆去到和平路才会当倒关。也在研议中正路东往西方向，我们增设机车指引标志，引导机车骑士改道至中正和平路口，再进行2段式左转。那以改善整个路口的一个交通秩序，来提升行人的安全。除了车顶标数爱调整以外，这个路口也有不少问题。亲像斑马线已经刷过，但是用路人的号志煞无对咧刷，民众唔知要看到，就对车辆顶直直行去。另外，有民众贪方便，唔愿行斑马线过路，就乌白切。种种的现象也需要相关单位进一步的研究改善。记者柯家驻交用高雄仓报道。劳工退休了后，会使领劳工的退休金，甲劳保的老年给付。不过，若是退休了后，搁转去上班的中高龄劳工，不管是领过级的，也是算点钟的，拢会使继续申请提拨退休金，而且申请资格无限制年岁。整理一寡单据资料，要是保险业会计人员的过大志，因为爱看戏出，伫退休了后，来到小剧场做兼职的行政人员。尤其剧团这礼拜有新剧《魔配玛丽》，团员准备要排演，伊嘛会伫后台斗3工。就算已经70多岁，伊对退休金的请领是真了解，嘛知影第2摆就业会当请领一条无啥物人知的退休金。他也是一样，跟一般人是提拨，好像6%的。要月领还是要全额领？因为提6%的，我们没做几年很少啊。对，如果你再给他分开的话，大概领没有几百块，所以就一次领。对，其实这个是一种保障。事实上，劳工退休了后，会当领劳保老年给付含劳工退休金。若是第2摆就业，雇主照规定，逐个月替劳工提拨6%的退休金，到个人退休金专户了后，等到至少1年了后，就当申请续提退休金。另外，爱注意的就是，若劳工伫请领退休金进前死亡，或为续来请领，就会有10年的领取期限。退休了又回到职场来哦，那只要是他在受雇我们适用劳基法的这个事业单位，那不管说他从事的是全职或者是部分工时的工作，那雇主都应该要依法来为他提缴退休金哦。那这就所谓的续提退休金。根据劳动部的统计，因为大家劳工提存的时间长短无同，加上薪资的结构嘛无相同，2023年平均大家劳工当年会当领取差不多66000块的续提退休金。这嘛好，同款伫个劳动市场在做工课的中高龄的劳工，会当因为这个政策来受惠。记者综合报道。妇女救援基金会发现一寡捌亲目睭看过家庭暴力的囡仔，虽然身躯无伤，不过有超过3成会出现心理的创伤，也是行为出问题。根据卫福部的资料，2023年捌亲目睭看过家庭暴力的囡仔有超过35000人，不过得到社工开案的煞无到5%。那个时候有时候会在晚上，然后听到门外就是传来可能我妈的哭喊声或尖叫声，然后还有我爸的怒吼声。
今年26岁的大虎，7岁的时捌亲目睭看过真侪摆爸爸对妈妈家庭暴力。虽然国校2年就有社工介入，也是造成伊伫高中的时有自杀的想法、自伤的行为，部分无好的情绪甚至影响到大。妇女救援基金会讲，根据因服务的经验，亲目睭看过家庭暴力的儿少，3成左右会出现情绪的问题、行为问题。很常会感觉到。会不会有一个人冲进来，然后把我杀掉？可能在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会一直有这些画面，之后我才觉得不对劲，才觉得这些影响到我的生活了，我才试着去求助。目睹家暴的儿少可能会产生焦虑、忧虑、退缩等情况，影响到未来的人际关系跟生活适应。妇女救援基金会引用卫福部的资料指出，为2019年到2023年，亲目睭看过家庭暴力的儿少，为26000多人增加到35000多人。但是实际有社工开案的人次，当年拢无到1700件，连5%拢无，显示政府投入的资源无够。为什么是实际服务的案件很少？因为台湾投入目睹儿少的服务的人的那个资源是少的，因为他们不像家暴小的孩子，他可以紧急就需要比较大量的人力去服务来介入哈。那很多时候，所以导致这样的那个服务次数是比较少的。妇女救援基金会建议政府要增加社工的人数，针对捌看过家庭暴力事件的儿少投入资源，才有法度帮助这个囡仔提供关怀和支持，甚至转去做心理咨商，避免细汉时看到家庭暴力的阴影，一直影响因规世人的人生。记者郭文郑准由台北报道。台湾的民主自由是先人拍拼来的，有纪录片导演就拍一出纪录片《民主之眼》，透过1980年代摄影记者的镜头来呈现台湾的民主过程。这出片是分做3部曲，第一部讲戒严到改严的故事，昨伫北科台放送。可以二八事件讲起来，迄个屠杀，所以讲这个物件，我会感觉。我有这责任伫，所以我一直要甲这个物件，该做一个完成。用黑白相片展现过去228迄段历史的伤痕，这支纪录片《民主之眼》一开始用摄影家潘小杰的观察甲影像来描述台湾伫白色恐怖时代的社会气氛。纪录片透过1980年代摄影记者的镜头现场观察，来呈现台湾社会走向民主的过程。嘛希望讲，这纪录片会当。传予咱后代，甚至会当送给国际，互全世界人知影讲台湾民主，这个过程是无简单、无容易的。嘛希望国际会当挺咱台湾，知影咱台湾这么打拼、这么努力。民主之眼分做3部曲，分别是破茧、多元、中声。用过去和现代影像描述台湾社会运动、政治冲突、人民为自由奋斗的过程。摆是伫北科台放送第一部剧《破茧》，呈现台湾对戒严到改严的时期。北科台教授也表示，即卖学生虽然知影过去的这段历史，不过对少年人来讲，感觉离真远。希望透过纪录片，让少年人看到民主的痕迹。这历史好像又有点遥远，所以其实透过今天这部影片的放映，我觉得最重要是一个跨世代关于台湾民主历程的历史的传承的意义。纪录片导演郑义杰也表示，15年前就有翕这出纪录片的想法，对2022年开始制作到最近才完成。过程中看到摄影家一个拢有会啊，让伊发觉纪录片真正爱抢时间紧做。伊讲未来办理正式的放映会，也希望会当组织社会力量，让纪录片入去到校园放送。目前也有规划翻译做国际版，把台湾走向民主的重要分野传到世界。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台湾历史博物馆最近有一个特展，展示依照高达总统办国宴的菜单，希望透过展示讲出无共时代的生活基地加文化底底。金门式一粒一粒的扬州炒饭，看起来真好食款。这些料理拢是蒋中正总统时期的国宴菜单之一。7公尺长的长刀啊，展示历任总统的国宴菜单，见证中华料理转变做台湾点心的过程，嘛反映各时期对外交的形象。这场台湾饮食记忆特展，由台湾历史博物馆结合国家文化记忆库、甲馆藏文物所规划。
这回嘛头一摆展出料理界的高人鲍培梅用手写的食谱。我特别展出傅培梅老师生前，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努力跟用功的人。那我们可以在那个现场可以看到他的日文笔记，然后也可以看到他的英文笔记本。所以今天在展场里面会看到，就是他后来集结出版了这个英文的相关食谱。在等于15组饮食记忆关键词做主题，亲像柑仔店传统市场，佮有社文街头的饮食文化。展览嘛搭配影像甲声音，要让观众通更加深入了解咱这块土地的台湾民俗。在民主运动过程中，其实有非常多的产生很多事，比如说像那个民主香肠，或者是太阳花学运时候的一些太阳笔的一些插曲的故事。其实那个原件现在都展在我们馆，所以我们也是特地把它再拿出来展出。为历史的角度，过去甲今嘛，尤其是日本时代甲战后，即大家这个饮食这方面有什么款的变化？甲无共款的族群来到台湾，安怎伫这个倒数顶头，大家安怎透过饮食这部分来互相来交流。除了生活场合，伫信仰文化部分嘛真有看头。亲像这只大只骨的牛模，佮硬糖塔的模型等传统文物，拢显示食材甲信仰之间的连结。官方讲，透过这摆展览，要互大家进一步思考，食品唔单单是食的尔，更加重要是看连人情文化甲信仰，互人看见咱这块土地的精美甲地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伫咧法国巴黎有一间台湾人开的册店，头家讲台湾有真济好的文学、真丰富的文化底质，伊希望透过册店，互台湾文学甲世界产生愈深的连结。伫咧法国有真济有名的作家，比如写异乡人的巧妙，也是写悲惨世界的有歌等等。伫巴黎街路巷啊、新街拢通看到这款的独立册店。伫咧法国，因为重视出版，所以伫遮册拢有固定的介绍，禁止黑白拍折。也若伫巴黎，今年有一间台湾人开的册店，头家讲希望徛伫咧世界角度，甲台湾文学杀出去。家顶有9位用法语写的关键字，包括全越城市通看到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台北人，有区标顶的同志文学毛毛的位数，边仔拢有藏含关键字相关的世界文学。册店的负责人表示，会安尼排册是希望用上紧的方式，让法国人对台湾产生兴趣，嘛毋望翻译的台湾文学有所在，通互愈侪人看到。翻译是一件代志，但是翻译了，政府开迄个钱，甲翻译出来，但是要放倒位卖，要用什么方式，互人知影，其实这个是更较重要的问题。这个空间是有互台湾的作品。有一直互人看到的一个方式。为着要互世界通看到台湾文学，咱政府有协助翻译出版，但是在台语的部分，法国台语文化协会观察到，毋但师资教材真欠，真侪住伫法国的台湾家长，台语程度可能无好到有才调教囡仔，所以协会会长投入出版品，有囡仔头100个台语字当中的法语翻译，希望鼓励伫外国生活的台湾父母慢慢甲台语捡回来。因为家长无咧使用台语啊，所以要安怎去提升海外台湾人对台语的认同？教材部分当然这爱加减望望国家是毋是会当倒看成倒支持啦吼。国内台语家庭计划邓德兴为着要互海外第2代的台湾囡仔有台语伴袂孤单，法国台语文化协会嘛建议侨委会通成立台语学习中心，也是固定办理台语聚会等等，好一个有心要学台语的人在海外嘛有机会通听通讲。记者卢尚珠、林晓凯，法国巴黎报道。美国职业篮球 NBA 塞尔提克队就要换头家，罗斯贝克家族要以61亿的美金卖予高享科技集团。若是这个交易得到 NBA 理事会的批准，会成做北美职业运动相关的金额交易案。私募基金大头家齐泽姆20同意买美国接拿 NBA 波士顿塞尔提克。为马招来伊发声明表示，家己伫北华大汉伫新西兰读大学，一世人拢是塞尔提克始终球迷，了解塞尔提克对波士顿市有偌重要。球迷伫社区当中扮演的角色，甲美国其他任何都市拢无同。要了解身为领导者对波士顿市民有一份责任，家己愿意接受挑战。有3军头家格罗斯贝克家族2002年用3.8亿美金买这支球队。格罗斯贝克表示，齐泽姆是真出色的人。齐泽姆请未来3球会继续做执行长，家己也真乐意安尼做。这交易的协议内容分做2部分来买。
按定今年热天 NBA 理事会批准了后，球队股权会由七总目收回至少51%，其他股权继续卖出一直到2018年。根据联名营收成长决定公式，到时阵卖出的绩效可能关出20%，这也让球队的价单来到73亿美金。We have to maintain the humility, understand what we did in the past doesn't matter, and we're going after something that's in the future, and that sticking to the process of what goes into winning on both ends of the floor. 塞尔提克是 NBA 创始球队之一，加上去年球季，队数目前有18总冠军，是联名上济。第8杯职业运动史上，敢若输予美国职棒大联盟纽约洋基的17冠，加职业冰球 NHL 蒙特罗加拿大今年14座斯坦利杯。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落尾咱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10度到23度，中部地区7度到25度，南部地区10度到25度，东部地区11度到21度。华东地区11度到22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咱明仔再会。我这个办事哦，猪肉所走去啊啦，这走路吼，一定走到